主日3分鐘，聖三主日。教會喺聖神降臨節後嘅主日慶祝天主聖三節，目的係在於邀請普世基督徒一齊以感恩嘅心嚟回顧喺歷史之中已經完成嘅救贖奧蹟。天主聖父藉着聖子喺聖神嘅共融之中施予人類嘅救贖工程。天主聖三節所紀念同埋慶祝嘅核心，並唔係一個耶穌喺世上生活嘅事件，而係教會有關天主內在本質所肯定嘅一個信仰教導。呢一個節嘅產生，佢嘅歷史背景係有關基督論同埋天主論嘅神學爭議。喺第4世紀之中，著名嘅亞略異端過度強調嚴格嘅一神主義，佢主張天主子不能被視為同天主一樣。教會面對一個挑戰，根據聖經嘅整體啟示，肯定天主父、子同埋聖神係3個不同位格，但係卻是同一個天主，並運用希臘哲學嘅概念，將呢個信仰內涵綜合表達成3位一體嘅信理。於是許多不同地方嘅教會就開始慶祝呢一個慶節啦。但係直到主曆1334年，先至由教宗若望22世定為普世教會共同慶祝嘅節日。教會信仰嘅根源係天主3位一體。教會每一個成員喺領洗入教嘅時候，都必須宣誓對天主聖父、聖子同埋聖神嘅信仰。保祿宗徒向格林多人問候同埋祝福時，就係咁樣講嘅：願天父嘅慈愛、基督的聖寵、聖神的共融與你們同在。而今日我哋教會亦都採用同一句說話作為彌撒聖祭嘅開場問候語。天主啟示佢嘅3位一體嘅道理，普世教會要你作出4點結論。第一點，天主聖三嘅奧蹟係基督信徒信仰同埋生活嘅中心奧蹟。只有天主啟示俾人，佢係聖父、聖子、聖神3位一體嘅天主，人先至能夠認識呢個天主聖三嘅奧義。第二點，天主聖子嘅降生為人，啟示咗天主係永生嘅聖父，而聖子則與聖父同性同體。第三點，聖父因聖子之名，以及聖子從父那裏所派遣而嚟嘅聖神嘅使命，啟示我哋聖神同聖父同埋聖子係同一個天主，佢同聖父、聖子同受欽崇，同享光榮。而第四點，聖神原係發自聖父，但因聖父將自己永恆嘅一切亦都賜俾聖子，所以聖神就由聖父從聖子所共發啦。據說大神學家聖奧斯定亦都想了解天主聖三嘅真理，好可惜佢左思右想，始終都冇辦法完全咁去了解。某一日，佢獨自喺海邊沉思，見到一個小孩子正拿着一隻水桶。呢個小朋友想將海水倒入沙灘上嘅一個小洞，一心想將呢個小洞灌滿，但係水永遠倒唔滿。聖人觸景生情，忽然想起天主嘅奧蹟，原來亦都係一個無底嘅洞。以人類有限嘅人性，又點能夠了解無限嘅神性呢？